嗯。从前有3只小猫头鹰，秀秀、皮皮和皮皮飞出去了，他们跟猫头鹰妈妈住在树洞里，铺着树枝、树叶和毛巾出去了，这里是他们的家。一天晚上，他们醒过来，妈妈不见了，不见了。秀秀说：“妈妈到哪儿去啦？”皮皮说：“我们怎么办？”皮皮说：“我们要干嘛破掉，？”皮皮说：“我们要干嘛破掉，？”皮皮说：“我们要干嘛破掉。？”找皮皮说：“我们要。”找妈妈吃，找妈妈吃，小猫头鹰想了想，猫头鹰都很会。想秀秀说：“我想妈妈是去抓小。”皮皮说：“他去找东西给。我吃，找妈妈”吃，皮皮说：“我要。找妈妈吃。”找妈妈而已吧。妈妈一直没回，来，小猫头鹰就走出树洞，站在树枝上等。不进了，秀秀站在粗树枝上，皮皮站在细树枝上，比比站在老藤子。那秀秀说他一定会，回来吃，皮皮说很快就会，回来吃，比比说我要，我妈妈吃。后面要多一个吃啊！你要吃那么多东西啊？哈！树林里好黑，四周的东西动来动，他们要很勇敢才行。秀秀说妈妈会给我们老鼠和好吃的。东西皮皮说他一定。回来吃，皮皮说我要。我要干嘛？不进了，比比说我要。爱一起，哎呦，找妈妈。好，他们坐下来想，猫头鹰都很。会想，秀秀说我想大家最好都站到我的树枝上来。他们3个就这样挨在不要一，起。好，挨在一起了。秀秀说妈妈一定是。迷路了，皮皮说说不定被狐狸。抓住了，比比说我要。我妈妈吃，小猫头鹰都闭上，眼睛求求妈妈一定要。回家，嗯，有时候很配合，有时候不配合。妈妈，妈妈怎样？妈妈，妈妈回来了，妈妈回来了耶！飞，妈妈轻轻的、不出声的穿过一棵棵大树，向秀秀、皮皮和比比飞过。去了，妈妈，小猫头鹰都叫了起来，它们拍着翅膀，摇摆着身子，在树枝上一起一落的跳着，猫头鹰妈妈说：“干嘛这样心慌？你们应该知道我会。”回来，小猫头鹰想了想，猫头鹰都回家想，很会想。秀秀说：“我早就。知道，”皮皮说：“我也早就。知道，”比比说：“我好。哎，妈妈，猫嘞